改油印，试试看改油印。你知道为什么阿美族的人口会这么多吗？因为我们的再怎么漂亮的小姐都很会生孩子哦，所以阿美族的女生真的不简单哦，就写了这首歌哦。但是阿美族女生还是有缺点哦，25岁很漂亮哦，超过25岁又很胖了哦，所以尽量在25岁以前把她娶回家，促进你们这边人口的增加哦。因为屏东这边比较少阿美族，还是很多吗？你们喜欢白的吗？我说牙齿啊。好，试试看。当我唱到嘿呦，你就回答该有你。哦，试试看哦。困难的阿美族的话就交给我来唱好了，试试看哦。嘿呦，该有你，乌曼古马汉，嘿呦，该有你，乌曼嘎乌拉汉，嘿呦，该有你，乌曼嘎乌拉汉，嘿呦，该有你，乌曼嘎乌拉汉。哦，这个话也很简单哦，这个其实是我们阿美族把妹用的歌哦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嘿美女，你到底喜欢什么？就这样很简单的意思哦。好，一起唱好不好？有机会认识阿美族的朋友，你也可以这样啊。好，来，打拍手吧。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很快就最后一首了。我也很期待，如果年轻人如果很努力学我们自己的母语，我觉得有一天
有机会在部落唱歌的，应该就是属于部落自己年轻人这样。我今天就是很鼓励哦，全部都唱阿美族语的哦。我就是在激发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多学习你们的语言。那么多父母在后面，他们应该很期待你们很努力的去学习自己的文化。一起加油好不好，年轻人？好，最后一首歌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。阿千玺，献给你们。来，你们掌声加支持哦！再给我们的署名掌声加尖叫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署名我应该是少数可以把你的名字叫得很标准的哈。署米恩署名，好，那署名是阿美族的，对不对？